嗱，我咧就係覺得要宣布重建呢係需要嘅，但宣布唔等於就真係做重建，因為點解咁講呢？所有住喺度嘅居民呢，包括而家波鞋街上高，包括而家行出啲嘅衙前圍，包括觀塘嘅裕民坊，嗰啲居民都喺土發公司宣布咗10幾年啊！即係大家喺冇維修下呢，如果你假如市建局話唔宣布呢，係冇可能嘅事。立法會亦都規定咗佢必須喺呢個月底下要將土發公司宣布嗰20幾項目呢，必須要宣布，宣布呢就進行咗補償。咁所以就話樓上街坊理論上你追市建局啱㗎啦，就唔應該同商戶有任何矛盾。佢先宣布，你哋又開始有補償方案啦。問題而家就係市建局呢係好衰嘅，就用一啲居民同商戶樓上同樓下嘅抗爭，就搞啲咩民意。可能呢次波鞋街呢，佢心協啦，做得出嚟係50%-50%。例如好似你裕民坊咁樣，你問下低小本經營者同上嗰商戶呢，係一定係截然不同嘅意見。不過市建局呢，就攞咗樓上居民意見，就作為觀塘嘅主導嘅意見。我喺呢方面好嬲，我成日話你市建局做緊咩啫？係比地產商仲要衰。你咪全面宣佈咯，做晒所有補償先。下低點樣規劃？因為市建局有個好重要責任就話，點樣令到舊區嘅重建，使個市區裏邊更多商機、改善環境、生活等等嘅。你何須要將啲居民與一啲下低其他人呢互相對立呢？我好希望即係阿吳教授呢，我希望即係作為學者呢，係應該要喺裏邊同佢講清楚。我覺得呢個當然就唔係話我哋裏邊嘅所有董事局嘅成員啦，重要就係政府政策。成個政府到底搞市重建係想利用矛盾，你早啲去冚唪拆晒之後呢，就起晒啲咁啲podium啊，啲平台式嘅嘢，我就覺得呢個唔係我哋想要嘅。唔該晒嫻姐，咁佢提出嚟就先賠償方案出咗嚟先慢慢傾。我對阿教授講嘅方案，我大致上同意嘅。不過我仍然認為係先處理咗啲居民先。當然啦。先處理咗居民之後呢，你政府去諗啲好多方案，實在好多。例如好似上海其他地方呢，都有類似呢啲，係裏邊係喐佢嘅，出邊唔喐佢嘅都得。即係大家可以諗好多，就你哋嘅經營另一個咁嘅經濟嘅地域上呢，都有個發展。我仲要強調一點，當個經濟能夠凝聚咗之後，如果你拆咗想再重新再嚟呢，係冇可能。散咗。永安街以前有一個叫花布街，係非常旺嘅，後來搬咗去西港城。你問下裏邊啲報檔嘅朋友，嬲到七彩。所以而家政府就話，市局有乜理由將我哋而家啲經濟體系一個個拆咗佢呢？即係我覺得呢頭特首就要做一啲多啲就業機會，嗰頭你破壞我哋而家好旺嘅，好似利東街啊、波鞋街啲嘅經濟生態嘢呢。我所覺得你任何嘢唔好輕舉妄動。不過居民嘅問題呢係先要解決先。嫻姐咁就我諗呢，歷史上我哋形成咗好多啲有特色嘅經濟區，波鞋街、女人街成為遊客嘅重點。幾十年嘅形成咗一個有特色，亦都令到旺角好多人解釋唔到點解旺角咁旺呢？旺角點解咁多人呢？而家當我哋今日要拆任何啲嘢嘅時候呢，我哋都要小心。我哋中意旺角係街道文化，係有得 hea 嘅啲後生仔講。正如剛才嗰個話運動員去買運動衫一樣啦，佢就覺得波鞋街好方便㗎。如果你話而家樓上都有啲鋪頭賣鞋㗎喺旺角，好老實講，同下低係爭好遠嘅。即係話同樣係嘅，點解會下低咁旺呢？就因為街道文化係形成咗旺角經濟咁旺嘅地方。好老實講，朗豪坊冇旺角帶動，係冇朗豪坊。好老實講，如果要大家睇下京都，睇下我哋而家日本一啲建設，人哋點起嘅呢？人哋起到就話有新有舊擺埋一齊嘅，唔係單一啲嘢嘅。設計朗豪坊嘅人係當年做而家東京一樣嘅工程好大嘅。而家個入場人數呢，係比日本嘅迪士尼樂園係多1倍嘅。好，唔該晒我希望大家朋友深思熟慮。好啦。